福，开工顺利，开店平安，根深蒂固。伫台南市长黄伟綽、体育司副市长方瑞文等中国贵宾的精神之下，新野在地居民迎来第一座全民运动馆。为了打造健康运动的社区，台南市府投入8亿外兴建10座全民运动馆，分布伫基隆甲基北。当初在决定全民运动馆的这个地点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多地方都在争取。那我们一个地方设在安南区，另外一个地方就跳过了永康，跳过了东区，跳过了仁德，我们直接设在新营区，也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带给新营地区的民众更好的一个运动的空间。新野全民运动馆摕资2亿，体育署补助1亿，市府自筹1亿。伫原本的南营立道新公园来兴建，3层楼建筑，总共2985平，有综合运动馆、篮球馆、健身房等等。预计工期大概是要2年的时间，也刚好我们这个全民运动馆的一个补助的期程，大概也就是在114年的年底要结案。新野区全民运动馆设计兼具环境甲力量，同时运用休闲运动文创概念。打造环场系统，使人流提升，带动内部空间使用率。另外，也会设置一座户外地式游戏场，完工了后，将提供予在地居民全新的运动空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